鏡頭換來看台北，昨下晡是有一個姓蘇的查某人去台北市政府法律諮詢，不過過程中則是向起勝地甲律師破紅茶，這受害律師已經提告。警方接到報案，台北市府有狀況緊急動員到場。我來這邊諮詢，就是因為有其他法律問題。在場老師的女主涉嫌對律師動手做出離譜行為。市民服務中心有民眾於法律諮詢過程中發生爭執，因情緒激動持紅茶潑灑黃姓男子。警方調查受影響的姓吳律師佇台北市政府提供免費法律諮詢。下晝3點多，甲37歲姓蘇女子說明到一半，對方突然情緒失控，提起紅茶就潑，將律師潑到規身軀攏是，現場也互武家亂吵吵。女子犯案了後，說辯講心情無好。要表達嚴厲譴責，一定會持續保護每一位律師和服務同仁人身安全及工作尊嚴。其實受害律師迄日是替人代辦，所拄到無理性對待，已經提告妨害名譽。實際打電話寄條無受訪問，也毋過北市法務局強調支持律師依法救濟，無用溫失控行為。律師所屬的台北律師公會也發聲譴責非理性的暴力行為。台中電視則發生出庭的姓林女子對台中律師公會理事長沈水佩，即馬還有攻擊事件，也讓律師的職業安全受到關注。律師職業安全雖然值得重視，但如果進一步以特別的刑法來加以保護的話，就要釐清是否在保障律師個人的安全，還是要維護律師參與司法程序的這個公共性。為保障律師工作不受非法干擾利費，連續提案修法，法務部頂日也已經提出律師法修法，明定以強迫脅迫等方式妨害律師執行職務，會當處上當3年徒刑。那造成律師死亡，上當判無期。草案當台行政院審期。記者綜合報道。